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包罗万象，彩色人生有真理，有平安，有自由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恁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厝边隔壁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好朋友喜信。今日喜信呢，特别去对台中来到咱真正所教永和教会，要来访问到咱张美兰姐啊。咱今日特别要过来邀请咱美兰姐啊，要来跟过来见证另外一个有关信仰所的一个分享。美兰姐啊，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伫真百忙当中，佮继续来邀请到美兰姐来咱节目中，做来开讲分享耶稣基督恩典。我有讲，我伊边伫咧耶稣迄地，阮爸爸嘛是即落边，伊20几年咯。我好起来时阵，我当然是一直甲老爸见证。对。见证的时阵吼，一定甲我讲，好啦，好才要信。其实信才会好，好才要信。是。阮爸甲我感情也真好啦，伊会使讲袂甲伊骗。但是伊对我呐嘛信袂来啦，也无技术，也无讲真袂安尼就对啦。一届吼，我住咧永和嘛，到尾信主了，主耶稣甲祝福，这就是我有代志。有一届半暝啊，我有2个妹妹伫咧开工商店，我这厝是巷仔底，伊伫我头前路就对啦，距离无偌远啦。我弟弟嘛，早读高中啊啦。阮妈妈、爸妈真爱来找阮做囝啦。我也较无当困，佮阮爸还去较久，我好啊，伊也袂好，伊也较爱去阮兜，伊讲阮囝细汉啦。阮妹妹做伙吼，有一半楼通困，阮爸妈吼，伊来就伊面床外困，伊楼骹厝嘛，半楼佮阮妹妹咧困。半暝一更2点外，阮妈就来叫，美伦啊，较紧，你来把婚姻死去啊！迄时阵吼，我就紧过来，半暝2点外，阮老爸吼，就甲引起来坐，阮大妹甲某倒边，我某这边，我阵吼。我虽然信了，说我很见证啊，我咧祈祷，我见看呢，我见笑是不？半暝2点外，看老爸互你死去，我嘛是会急啊。我真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你这时阵半暝我无当叫伊生吼，你互阮老爸吼，互伊即摆清醒起来，莫昏去好无？我问了，阮爸睡醒来呢，甲讲，你是美伦哦。我讲嘿阿爸，我是美伦对，爸就足欢喜的呢。到尾阮二姐伫新店，伊听到阮老爸互你死去吼，阮妈妈有打电话伊，伊咧我赶到位，赶到位的时阵吼，阮妹共租迄厝吼，就是公厅，公厅是灰暗吼来，就是变成讲做土地公，也佫有香，也有奶达，伊就甲摕来，伊就甲阮妈讲诶，阿母，迄阵毋知啥无人甲拜拜咧，伊就迄香吼，先甲奶达甲刻落肚。迄甲刻落肚，还香甲点燃，阮爸随时互恁去，伊哭哦，嘿，阮大妹吼，甲我前，我讲哎呦阿爸昏去啊，阿爸昏去，阿爸呢？安尼无出死偌久都感觉，哇，迄阵啊足急促啊，我哎呦毋好啦，毋好甲爸拜啦，毋好拜啦，让我拄则吼，甲爸头祈祷，阿爸就活起来啦，小妹前讲有影无紧诶，伊还香甲伊抢起来讲，甲大石叫我经过祈祷，美伦啊，你经过祈祷，我就讲主啊，2字安尼出来呢。我讲话过遮尔紧，免2秒钟，就我起来，结果软起来像咱正常人安尼。阮大妹讲，哎呦，那遮好用，咱著信耶稣，那遮好用啊，安尼，像安尼哦。阮爸就讲，会哦，安尼，像咱安尼有意思安尼，如果好人安尼就对啦。甲阮爸就讲，我等6工，当然伊迄边嘛是共我见我大迄间伫咧治疗，后来佫差不多几个月了吼，超过几半年哦。阮老爸我会找我祈祷好吼，几半年一直我出去，迄边就出去啦。阮2个姊妹啊，就讲。叫美伦来甲祈祷，我真紧赶去啊！他讲，奇怪呢，安尼恁毋是2个姊妹啊，恁爸安尼干安尼要叫你来甲祈祷。我迄阵嘛毋敢讲，耶稣是救主，来甲讲我像阮老爸救主，阮老爸甲姊妹爱我，爱伊会使我来祈祷啊。我祈祷倒会得佫好啊。我继续看我，我都去转来做生意啊。差不多几月我袂记了，佫几个月了，伊佫出去，阮咧装做轮尾装，拄啊，这院吼，这旧年边啊，有时啊带线换来，想要等去厝诶，迄时，结果身体就佫无好，我开始处理。叫美伦去等下家祈祷，我先你帮咧，因为我阮翁会使甲顾，我就见到阮翁会知啦，我就去等诶时阵就我你叫紧甲祈祷，我当来甲祈祷啊，祈祷吼，伊一方面祈祷嘛，一方面去等你，阮上海一间等你科，专门伊迄边，我就叫缀去哦，去诶时阵下晡时啊3点外，吐后面吐面，你知无？吐落吼面拢绿色。伊探只窟仔都拢来倒落，
你看那干嘛来拖我做回啦？对。我就接机票，我讲我甲我妈飞去啦。我就讲医生啊，拜托你啦吼，一个人吐血哪会堪你？你好暗吐水嘛袂堪你，何况是迄个吐血？讲医生啊，你紧诶创较好诶药啊，钱袂要紧吼，较好诶药啊吼，干老不要紧，互伊止血。医生甲我讲，哦，恁爸迄足严重啊啦。伊讲好啦，我尽量啦。下顶礼拜吼，写着再进一款药啊。入来吼，伊讲上紧半个月才会止血啦，上慢20天啦。我讲哈，差我半个月会得，我想安尼，讲好医生尽量拜托你啦。伊讲无你若不要无去啊，无法度。吼，我前紧诶，甲医生交代一个话，我紧去讲若不要病床，去病床，我若不要。佫拖一堆，我心我是让我出去足毋甘诶，我若不要就无声开啦。讲乱，你甲我祈祷，我讲好，爸我会，我爸你嘛甲我祈祷哦。伊甲讲我无法度起来跪啦，我无力。我讲爸，耶稣叫恁做，伊袂幸福你起来跪，你心内想，祈祷伊就知。伊就甲我讲阿爸呐，祈祷佫有一个草破开呢。吼，我有一个感觉对对。我讲爸，你是感觉安怎？吐好认真真。伊讲我看到就穿白衫吼。开大胸卡，开大伊两边个细胞，这细胞足凉诶。你讲说，阮爸吼连外皮丢红哦，咱细胞两边真大片嘛。你往迄落血，你食，就无真体血，你烤迄卵互伊食。阮母后伫咱产生足侪落血，到处去人买去人吐，阮整个人拢知呐。阮老爸看病到拢知，落血拢靠着送阮，阮老母就紧摕来，为阮整个紧摕来，阮大姐因阮小妹仔摕来供应来，阮老母吼就摕落血吼。伊迄落血卵爱着互伊食，佫从迄落啥物定地牙膏真体血，迄真冷真体血，化甲莫讲细胞内底外皮都红记记呢。安尼烧甲食落血打落血，你啉迄像啥物定地牙膏吼。阮老爸甲讲，阿伦啊，我这时阵吼，我胸口真凉，足凉咧，感谢主。热伊就安尼讲哦。迄阵着真安然就困啦，9点外时阵吼，迄护士长就来问，老爸足严重啊。伊讲迄阵我较少年啊，小姐，恁爸敢肺有较急？我讲有啊，下落伊拢无搁出血啊。伊讲假期，哪有可能个代志？下晡规暝通咧神，啥物怎无出血？等下10点我过来。小姐安怎？恁爸安怎？我讲无咧，拢无出血。伊讲哪有即落代志？我真正都无出去啊！伊看嘛知就是无出去啊！吼，出去就吐到规个啊！11点我过来，也是共款即个情形，我是共我好等12点过来。我哪奇怪啊！我阿爸你有听到无？我那边耶稣了你好啦，你欢喜干的哦。伊讲我阿爸你心内甲你祈祷吼，我祈祷12点就过来一撮，伊门前头一个红铃，伊讲万你半暝若搁出去出济，爱紧饲只红铃啊！伊就阮就会来，我讲好。一直到天亮。阮那边出来济吼，内底嘛是有一寡咧啉烟吼，都毋敢我来啊。我第3工就互你送吼，就讲小姐，恁爸病有较好无？伊毋敢入去，因为人伊小看尔。我那边车严重，人看人讲你把迄部，人看反正伫遐行来行去拢看。我有啊，阮那边迄阵入来就止啊。伊讲哈。迄入来就止，我是啊，我那边3点外来嘛，到5点我祈祷，这过程爱着吐血，因有看到5点我祈祷就真无血啊，第3工甲问啊，我讲真正真无吐血，伊讲假期，我咧甲伊院长问看，啥物我潭中小学教会时啊，着11工才止血，现在这屋里创规面通咧倒啥物水剂，伊着自言自语，一直讲要甲院长问看，我就讲阿爸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耶稣了你好啦，伊讲嘿啦，耶稣了我好，伊就安尼啦。嘛是遐严重，嘛是爱过去山顶遐入院啊，去山顶入院也空气较好啊。到尾就是过年到来，反正这过年边，过年大家就真渴望讲要转厝诶。过年嘛吼，过年要转吼，就转来阮大妹吼，迄阵啊就抱伫遮电脑上啊，就抱到阮下港电啊，就阮娘家遐电啊，阮娘家迄阵啊无人开窗个电，就一共洗厝嘛，转遐免洗厝啊，爱着往那家伫附近啊，爱着去遐电脑上，就万要转过年诶时阵，28过2工过年。妹个打电话甲我讲，叫我紧过转啦。我阿爸搁咧吐血啦。我是安怎？讲隔壁一个恶丧，伊规间厝内拢迄动机会开呢，厝内打到全糊啊，迄人魔鬼派人要甲叫他，就讲某某人啊，过年到啊啦，搁创落拜啦，信啥物耶稣？恁的亲情无人信耶稣，甲你信啥物耶稣？较紧嘛上天堂咯。你啊爬无起，甲像个花条，摔了噗噗跳，就叫老爸着搁拜。我老爸前随口甲因讲，好啊，要拜就搁拜啊。即句话因出来开始吐血。阮妹讲诶，叫我紧转，我阿爸搁吐血，你紧去转来祈祷。我2-3点钟久就搁赶到位，放过胖胖叫我赶转，我转多久啊？阿爸，你毋是讲你要信耶稣，你也讲要搁拜？伊讲伊着安尼讲，我着凊彩甲应应诶，我哪知影严重？
安尼有若比较可怜，三脚从皮包骨啦。咱啊，你紧甲骨头祈祷啦，叫我甲祈祷。我好，我当然嘛是会，但是伊有看到，伊讲甲祈祷，讲看到耶稣，讲手安尼要甲接起来。伊讲耶稣先怎样，我穿白衫，手来接。我若要变20几年拢袂死。爱甲爱无来通讲，爱比讲伊会翘起对啦吼，爱着讲要过电理科，对真正伫电理科好，伊用了几个电理科哦，哇！伊讲安怎呢？某某人啊，电理科哦，真高一支写家自落着智慧，结果回江边的吼，伫玻璃吼来到阮中华着要坐2点外钟过是山路呢。他讲啊，啷叫若别落江白，落江白你学白讲哪有影啊？我毋是共款无好，大家来做啥，大家无效。对啊，落江白啊，你甲阮报讲。迄个电理科外熬，千里迢迢来回5点钟，大家都无效。结果阮后壁即届吼，死伫电理科。要死之前，阮老母讲，阮后壁咧交代，耶稣要爱我，耶稣要爱我，耶稣要爱我。讲即句话，讲我断开。啊，你讲即句话，伊毋知有看到啥无来通解说。啊，断开我就伫永和，我接着电话啊。我小弟讲阿爸吼，规仔日奔出来，医生讲叫阮心理准备操刀啊。我电话接到电话的时阵，我真紧讲，二姐伊伫新店，我伫永和嘛，我紧赶顿的时阵吼，我先去电理科，我讲啊，安怎阮若变安怎？伊讲转去恁就知啦，伊也无爱讲讲啦，去车两车转到轮尾，讲阮转来到轮尾站，阮还亲情吼，咱伫迄大店嘛吼，啊，着外口真侪亲人啊，就讲啊，恁即马是要做恁路教的打扮，也是要做迄落拜佛来打扮，要做西工。你若要做西工吼，咱亲同遮多，则大家要甲恁帮忙哦。啊，你若要落教吼，要信耶稣吼，阮无人要甲恁帮忙，你袂使讲阮趁哦。伊讲恁4个要信耶稣，好，啊，才互恁老爸啊4个才去跟恁老爸，啊，阮一个亲情无人要插你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就讲无啦，就一个一句啦，吼，阮来长辈啦，就阮老爸甲老母就共装诶人，啊，计共装安尼，啊，就阮来亲情阿姑咯，啊，即摆我长辈着啊，就讲无啦，要用信耶稣。就一个安尼讲，一个安尼讲啦。到尾啊，阮姐吼讲，伊要甲老爸拜拜。伊讲我在生阿爸开我真侪钱，伊厝内较好业，真有效，定提醒我老爸的。我讲啊，毋过阿爸定定吼，叫我甲祈祷着好起来。啊，你甲拜阿爸就死去，我祈祷着好起来啊。啊，也真点点，伊嘛在场看着。阮来亲同就讲，啊，恁两个家厝拢无出去人讲话，伊咧问阮弟弟。过来后天就是市长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啊，你问我小弟讲，啊，你某某人，你怎样过来要信耶稣，是要拜佛啦？你若拜佛啦吼，阮才要插你，无是无人要插你哦。你也想我好哦。阮弟弟讲，我过来，我要信耶稣。阮来亲戚就该骂呢，就该咒诅，就该骂呢。阮弟弟讲，我就是要信。阮阿爸咧祈祷，我拢看到安尼，阮阿爸好遮济，啊，某某人甲祈祷吼，伊就活起来，啊拜就死去。伊讲，伊拢在场就对了。阮两大妹甲二妹讲，要信耶稣。讲阮美乱甲阮阿爸祈祷，阮阿爸拢嘛好起来，逐回嘛好起来，是阮阿爸无饲落信，就讲要信耶稣，啊就讲啊，恁4个要倒一庄哦，然后阮姐就讲，过2工就讲伊无咧管啦，伊看阮着逐个要信耶稣，伊较迄落孤注无援，伊就讲，就去客哦，阮6工吼，下也是客哦，阮一个长工92岁咧做卖工，伊就请阮长工来，伊就讲对我讲，伊讲拢我一个伫咧带头，吼，伊就讲对我讲，阮长工。美乱啊，我甲伊讲吼，我长工，你要讲啥我知。我长工，你遐济岁，我应该尊重你啦。长工，但是你吼要讲啥我知啦。长工，这个成绩好，我来见证下说，免讲，恁老爸死了无通食，我也无爱甲伊伫遐咧变就对啦。长工，歹势啦，啥物代志拢会当顺利，啊，这件代志无当顺利啦。伊讲吼，啊，无人死你大就对啦。吼，啊，你讲无人死我大就对，意思讲无人比我较大就对。伊就摕杯来要拔啦。伊讲好来拔杯做标准啦。啊，阵仔将话是较凉了，我老爸尸体也搁伫，也无伫关无就对，也搁伫咧听就对啦。啊，就讲诶，我讲互你听，我只拔3杯，若2杯有杯吼，伊就要做西工啦。我就甲讲，我讲好，啊，若2杯无杯，你就我做对数礼拜哦。啊，你安尼讲定咯，伊嘛无爱甲应啦。哦，伊就规群伫遐伫咧拜呢，用老爸死呢头前咧拜。我就讲，主耶稣互因跋无杯，主耶稣互因跋无杯，我4个就来叫耶稣互跋无杯，互伊杯就哭到我惊甲做骹手啊，是毋是伊会甲做骹手？即摆两个拢磕的，两个拢爱讲话做啥？无杯啊，啊是我无会晓讲啊，就两个拢磕就是无杯就对啦吼。我今日甲一边啊献起就是做笑杯就是杯啊，吼，
伊就搁开始伫遐拜，吼，我主耶稣互阮包无杯，主耶稣互阮包无杯，吼，我卡落伊搁无杯，我讲安尼好咯，安尼我赢，因为恁两杯做标准嘛，两杯无杯，就是阮赢嘛，无机会啊。我阮顶讲足气哦，我遐个就安尼，迄杯真大真黑咯，真都卡无，无人是你大啦，讲无人比我较大就对啦，哈，真最歹就转去啊就对啦哈。阮学一占阮咯，有钱有势啊，就是讲，啊你遮好个，你咧听啲小妹话哦，啊你比较大是安怎听的话，就安尼，规整咱下讲有迄笑位啊吼，哦，像咧做样看，圣经讲啊，像咧做样看，逐个拍碟要看阮两个要安怎解决啦，啊阮这个较大，伊就爱电讲伊安怎有钱啊，讲小弟讲你来拜我一间厝互你，小弟讲无爱拢互我嘛无爱。到尾啊吼，第三吼，真安尼风雨真大半暝啊！阮咧亲戚去买一牛肝茶400斤要我讲，好，互恁去4个路到去讲，咱咧门口袂当入来，袂当入来先搭布棚，哦，咱咧有大厅先搭布棚，哦，半暝2点外，风雨交加，安尼风，因为阮海边啊吼，风大四常的，但是伊讲特别无共哦。飞到中间的山吼，迄老鱼，迄鱼啊哦，阮阿伯迄落老公鱼，迄落边啊鱼真重哦，飞到变远的，风雨拢安尼无，真很奇怪才对。风雨交加迄落就无共啦，啊，阮这就咧骂啦。你看下，拢嘛你来都有教的，伊讲阿爸伫遮1雨，那是大布棚，你风雨较大紧，雨是我哈，啊，我用雨伞紧的，为阮阿伯遐观察吼，观察紧改迄落嘛是几点雨手，就伫骂啦吼，啊伫骂，啊，到尾就来甲我讲怎呢？我来咧酒龄，一个酒2点钟哦，我来伫遮酒龄，伊就去房间，啊，我来出来2点钟，我看换伊就入，伊无爱甲我照面就对啦，伊就气我，无爱甲阮真4个照面就对讲你4个路狗啊吼，我无爱插你，无爱甲恁，迄落就要甲阮断就对啦，好啊，到尾就甲我讲怎呢？就甲你讲，你若讲你耶稣遮教吼，你基督风雨停，我即马就要信啦，感谢主。哦，我即马哪遮有信心，我家即马嘛想无呢，我甲讲你目睭看下骹，我基督风雨随我停，我随跪落尔。我讲佫足紧诶，我讲主啊，我讲你虽然目睭开，你记得你听有嘛？风雨随速起来，我讲主啊，风雨随速起来，伊惊一个，到尾阮两个姐姐，阮两个姐姐是安尼三进三退，伊随在你就对，你要信耶稣好要拜啊，随在你就对啦。我甲讲，我甲跪落，我讲主啊，我甲真两句话讲哦，我主啊，我听到风雨就拢缩起来，我主啊多，今日风雨互伊停，你看即摆拢停啊，主啊，我有听到，虽然我目睭开去，我有听到，主啊，互伊无话通讲。无话通讲，你看规整个拢咧甲压迫啦。你讲我来亲戚讲，想要我4个多一装啦。主耶稣，你做我哦恨不得紧阿门。我阿门了讲，我安尼吧，阮两个姐姐讲，阮二姐做下落课，下落课我会惊死。你要多甲因多，我毋敢。惊死人，风雨大甲你人若无讲啥，风雨就停起来呢。下落课你莫怪我毋敢甲伊多，我惊耶稣，我毋敢，我毋敢啦。伊真点点，阮二姐真点点。我讲安尼风雨讲有停我，真点点。我就讲我真读书给我听。好，除了我以外，袂使去啥物。天顶啊，地什么形象来拜，家就家了，点，哎，我讲啊，你讲耶稣是神，啊，观音妈嘛是神，我讲啊，观音妈是神，拄则你了无爱叫观音妈风雨停，你嘛是叫我祈祷耶稣风雨停啊，啊，我即马祈祷我也无讲啥风雨就停，你嘛是有看到啊，安尼你是毋是爱信啊？啊，就真点啊，伊就讲观音也是观音妈是神啊，我咧读给我听。但是圣经内面讲吼，讲除了神以外，袂当有别的神，啊嘛袂当为家己调起偶像，不管是天顶地吼，地底海底，大家拢共款，都拢袂当调起迄种的形象。第三界就讲袂当妄称神的名，啊，所以这安尼个看下就讲只有一位神，我那嘛毋是神。啊，阮两个姐姐讲好啊，莫佫甲因倒互伊信啦，你莫我会惊啦，会惊啦。那耶稣遮个我会惊，好啊，这第三工哦，啊，我也无讲到第三工迄早起，我即摆讲是迄暗哦，迄早起哦，放咧棺材底吼，我大妹甲我小弟，阮小弟已经23岁啊，阮大妹。嘛是要伫30岁啊！伊两个同齐异口同声哦，我若要放棺材底了，也袂砍的时阵哦，伊两个异口同声，我讲阿爸咧笑，我是安怎笑？我是讲是文，伊讲毋是，阿爸喙角安尼理解，两个同齐安尼讲哦，两个同齐发，两个同讲阿爸咧笑，我话过无，是安文安尼呢，伊讲无，阿爸喙角讲叮当，这不可思议呢，两个同齐发咯，那一个讲什么事？对无？两个异口同声讲出来，讲阿爸喙角安尼安尼理解，4、3工啊。第4工，透早，阮那边三兄弟5零厝吼，安尼透过嘛，啊，着咱田庄人较早起来啦，啊，佫4节人较早起来啦，啊，阮阿伯下人对阮阿伯袂歹啦，讲袂歹，伊讲哈，
啊，真正真无爱叫来做西工哦，惊伊第4工啊。啊，真正要真死会倒一桩哦，啊，咱在时代真正真牛因哦。啊，因讲要做要对招因就有教我打班，啊，就真招因的意思哦，就伫咧骂啦吼。讲啊，不管啦，我等下天光要来叫来做西工啦。讲一青铜啊阿兄啦。伊讲，哦，莫伫共骂啦，人在路教的也无得到汤，也无得到粒啊。一个来一共骂啦，人拢去在恁骂啦，咱拜佛咱讲即路疼心，伊叫老爸叫我接，我来接安尼。七孔小老灰吼，处理。你看人拢甲穿衫，啊，拢甲伊祈祷，啊，拢安遮有疼心。哎呦，你嘛，你要等西部咱讲遮尔有疼心，啊，有人甲换衫，有人甲切面，有人甲切尸体，哦，哎也感动，你知？伊就讲诶，啊，耶稣啊，你只要出一大日头，我特别信啦。透早我问伊，就是跟偷偷问伊，讲出一大日头，我特别信啦。阮母啊，紧过来甲我讲，紧诶，美鸾啊。今日恁阿兄吼，讲即话出个大日头吼，特别信，恁去祈祷看出一个大日头诶。恁阿兄若讲一句，哈，恁讲1000句哇。哦，阮死个真贵咧，啊，你祈祷，主耶稣好出大日头，主耶稣好出大日头。阮老母甲我讲，这是神迹啦。对。伊讲吼，古早人讲，无我嘛毋捌即句话。伊讲早时雷无过5时雨。讲阿母即句话啥物意思？伊讲早时若但雷过落雨吼，无5时以后无可能会出日啦。哦，因7、8、10岁经验就是安尼。哦，对。啊，我祈祷了吼。感谢主，阮一偌天真，阮死会祈祷了前，我甲伊讲，咱有搭布棚嘛，先走错布棚定尾看，迄云啊伫开，5、6点出条日头，炎热咧，足炎诶。阮访问阿哥，是毋是咱中华北部？伊讲啊，恁有要装呢？日头出到遮大粒，访问吼，风车咧倒呢。等下南香庄是阮老公诶南下，是阮轮尾庄诶南下，阮老爸接8小弟。啊，恁那轮尾若出日出到呢，出来炎切切。阮老母就甲阮的阿兄讲，某某人啊，今日替因讲话哦，你叫祈祷出一个大日头，你就替伊讲话，当因祈祷倒会出大日头咯。阮阿兄就哎，好影，讲互伊信啦，莫搁甲逼啦，互伊去信啦。对吧？真互阮信，感谢主，就是安尼因只逐个惊着，毋敢搁甲阮阻挡，就是安尼即条情节吼，很漂亮，靠主得胜。伊连长阮较细汉啦，阮较少岁啊。搁阮来亲情规装，讲阮死会倒一桩啦，结果阮死会赢去。哦，啊，搁安尼了。是人靠主诶。靠，当然是靠主，阮是就一个心啊，就靠耶稣。主啊，阮是算啥物？主了，我靠呢，我靠呢。啊，搁吼，咱是毋是安尼出山了咯？我当做生理吼，啊，算讲阮吐水吼，无人随做，甲阮阿爸会忙哦。啊，前阮甲讲，伊提武库讲，看要做倒一行，我讲做倒一行都袂要紧。你甲顶悬甲创一实力加看吼，我才实力加要医生。耶稣，我讲为着信耶稣无要插，啊无要讲插。阮咧观察讲起来拢袂当，我几秒400斤的观察袂当。上更，9个几个兄弟啊，几个兄弟姊妹兄弟拢啊死数，我班3个无班。哦，安尼啊。安尼9更。啊，拢无人跟呢。哎呦，那拢袂当啊！真正足奇妙的400斤呢，无当的你知无？来要讲来人用观察，用观察，用光啊烤啊，你练一摆，我练一摆呢。结果咱是光发财啊，车去到山顶哦，去到4分了钟，4粒路，安尼用安尼，放光去到车顶讲，哎呀你，安尼拢袂当，拢袂当。几个人跟？当这是3、4个，我就快听是黄酸大妹的兄弟，拢细数也无力啦。啊，阮鼓励唔敢鼓励，我嘛唔知想讲，到尾啊吼，事啊我咧见证吼，一个咧到尾啊离开，我若真久来聚会吼，这知影爸我咧讲我听，我讲迄观察遮大坑咧，差2、300斤，伊讲无喏400斤的，我甲恁阿爸去买，恁阿爸讲要买较大区，互恁4个去买无法。至少嘛都要12人跟。嘿，伊甲我讲要互恁母吼，恁乖乖地来拜佛啦。伊讲，迄知影爸讲买有着用400斤啊，上大久的400斤啊，3块空呢，感谢主哦。当着呢，敢若紧干的。嘿。迄个阮母也甲我讲吼，阮姐吼，我做生意爱用用啊，逐工就讲。阮阿爸观察看伫迄落啊，但是梦也未做起啊，一定去拜啊。到是离家吼，迄工咧做，迄工吼，伊去甲即个护理生吼约好吼，我倒一工开始要做吼，是离家叫甲顾起来，迄工也顾起来，是离家甲拼掉，你知无？我讲媳妇插一个，讲阮儿子再来，不出1年，安尼，伊一个厝我拍袂了，这过程我也无爱讲啊，一礼拜，本来就好个，就好个，一礼拜了，一礼拜拜甲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好啊。我才袂足侪厝，感谢主。应该不有耶稣，对。圣经耶稣讲，
我互你管不着哦。圣经讲咱只有祝福无咒詛，信耶稣无咧讲咒詛。嘿，有当时人会安尼是还是？啊，阮做了受过超过。这啊吼，伊安尼了吼，69年到79年拜啊无半项。阮姐姐吼，迄阵啊就要到断做我毋去阮去啊，我毋敢去找伊啦。到尾阮母也甲我讲哦，即摆伊足可怜诶，啊你欠钱安怎？我真去遐关心，借这机会，我就讲啊，我只要钱你先给伊吼，用爱心甲伊挽回，我就甲见证。我讲吼，伊咧哭啦，我讲你毋免哭吼，你接伊我阿爸吼，是嘛是知啦吼，你会厝内底耶稣，会知啦吼，你惊饱无人食，你就是有效，伊确实诚有效啦。啊，到尾我就甲见证，伊讲啊，耶稣敢袂气我，我讲袂。耶稣非常仁慈，不低食无做，啊，伊就是要互你知。你看，你叫我祈祷，你讲好就要信，祈祷方我听，你就要信。耶稣特别看讲，我才对，吼。啊，你前爱阿爸的心来爱耶稣，阿爸咱几十年的老爸啊，耶稣是咱永远老爸，我就咧甲见证。伊讲，无你来甲断我伤，迄暗晡伊就真正，到尾人去断我伤哦，伊一些夜观音哦，10点去烧到晚暝2点外，也未烧袂了。迄夜原来烧，你知无？到尾就叫迄个教会诶兄弟来帮忙烧诶遐人先转，啊，我暗时甲伊困。我惊伊会迄落吼，我甲伊困，甲伊困了吼，伊就讲啊，阮我昨做一个梦，我讲做啥物梦？伊讲一通衫真大通，伊要经一领上高来穿，真诶毋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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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最后一领，伊讲对，我就要摕这领上高诶，最后一领，讲一个折裤，一拉链伊正吐落，讲一个光甲伊照，讲耶稣，我就是光。世界，我就是世界光，分对我人袂使伫黑暗行。啊，你足5拜，伊足5拜，定定做戏哦，还无得看。啊，所以你足5拜，逐项得拜。啊，你即摆用即个，互你吹着啊。你讲最后真正上高，上真正啥上高，你要出真上高来穿第一领。哦，啊，对，主耶稣要再讲，我才对。即摆感谢主，即摆拢无多啊，心甲不接热心。感谢主。囝吼18岁食毒品食，我即摆拢改起来。哦。因一查囝吼，身骨生个药，大家毋知哪讲，大概有会变哩。医生讲叫伊吼，这药会断，叫伊伫咧切伊砖头啊，伊叫爱甲切掉。阮姐讲哈，啊一查囡仔人切伊砖头掉，敢会看你？啊，阮咧孙仔讲阿姨定甲见证耶稣讲医病，伊叫我来教会祈祷，伊讲阿姨耶稣咧甲医我知，我讲你先哪知？伊讲我尿尿。尿尿，弄好啊！感谢主，阮这即摆身体相当较新，即摆足新啊！啊，毋知迄阵啊，我伫咧咧精进的时阵啊，阮咧离球咧做当机。伊讲你免烦恼，伊讲免3个月我啦，阿美咱乖乖的缀你礼拜。哈喽，讲你免烦恼，你免哭。感谢主，事实证明一切，伊缀我的心啊，说毋是我缀去拜。是，得胜的真神。对。耶稣。啊，我会记你有咧讲着讲，当这是恁一个亲戚朋友吼，咧讲恁。小弟吼，讲到爱用做西讲诶吼，啊，大家拢讲咩？讲咩？讲你会坐囝坐孙啊？你会对个美甲，你无一块好就对啦。讲要用教会个别的，是啦，啊，你伫家讲诶，我要信耶稣啦吼，啊，阮姐就讲诶，我要起来拜，啊，阮弟讲你若起来拜，我甲摕来烧，啊，大讲啊，你若起有通互伊烧，啊，就大讲，看弟弟较坚强，阮姐讲要一间厝互伊，伊毋啦，而且讲你莫，我一间厝互你，伊讲我无爱，你拢互我嘛无爱，你也说无爱，是，啊，结果个人看伊遐坚持吼，才甲伊骂啊，你会气消啦，你会坐囝坐孙来咧嘛，甲骂啥个，无出半年，坐出车祸，饲迄落海山，饲毛饲虾，拢死了了，我一个弟弟。麻痹，嘿，阮阿母来甲我讲，我讲吼，毋好安尼，毋好安尼。人我心想你有冇伫讲咩？吼，啊，感谢主啦，啊，阮即摆一家拢洗礼啊啦，啊，我的亲情吼，我的叔伯阿嫂吼，看到阮真跳讲，阮弟心家遮尔好吼，阮阿嫂前讲伊住伫屋里，前讲伊，阮母也讲阿阮开也讲你，真奇妙哦。伊叫20年我毋捌想要去因兜哦，迄年我干少年大了，我干爱想要去因兜，看到我欢喜干呢，阿哥啊。免怎信耶稣哈，伊足天真的对我信，伊月来访人拢好起来，足多，伊见证，伊也甲讲较了解我，来我有听伊打字讲，伊想要足多边拢好起来呢啦。伊即摆讲伫甲讲伫南台中，南台中，对，有时间来邀请伊来做见证。感谢主啊，我即摆真热心，佮因囝婿哦，伊拢甲团咯。安尼吼，啊，我即摆就先，你也较无，伊也无联络，较久无甲伊联络啊。人拢会分开啦，耶稣聊掉，我那边的耶稣聊掉就对我啦，吼。啊，阮老师感谢主，伊即摆讲煮饭啊，到位时间以后拢咧做。靠主吼，真正得成有益。感谢主，感谢。啊，最后是毋是佮请咱美兰姐啊，甲咱亲爱听众朋友吼，佮做一下好业者。感谢主啦，咱即个耶稣记在咱心，亲爱朋友，恁若有啥物困难吼，你虔虔诚诚的一粒心，甲耶稣求，
吼，拍开你的心门，就是这属灵的精神，吼，伊要听你的祈祷，伊要等你甲伊呼求。啊，有像这感觉我诚甜诚甜，你爱食看嘛？啊，敢若我诚甜，某某人啊，这感觉诚甜，你爱食看嘛？神创造咱有智慧，食落就知。嘿，真甜，你就应该食啊，真酸你会使个偏掉嘛？真正简单咱去信的一个独一真神，也袂抢着，也袂犯着，搁外孙，安尼古锥甲肥白甲安尼，大家讲，哎，你唔好听讲伊肥啦，定系讲乖啦。我讲感谢主，阮信耶稣，因为我即摆吼，我打头我拢看着福音单，啊，我嘛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我拢打伫遐，大家拢知信耶稣。啊，伊讲，哎哟，啊，你信耶稣就无代志啊？我讲事实证明一切，我厝骹甲讲。人因阿妈照三顿讲，搁讲点心，人伊真正拢无代志。尾到到尾乖甲这神奇呢，心不正顺服。伊怀孕的时阵，我就甲见证，伊还伫祈祷，阮的孙仔乖甲呢，乖甲讲去做迄个预防针，讲内底人讲，恁这孙吼3项第一的，啊较大汉人，反正也较好啦，啊迄个体重也较重啦。我隔壁讲，哎呦，你孙乖甲呢，毋知有病无？本来拢袂共差。啊，逐个讲，你看目前讲有讲，外巧咧，啊，逐个讲，那外巧咧，你莫后袂共讲。我讲啊，阮乖巧，你看这。看做戆哦，对面就我上甲讲，哎，阮若讲乖吼，还是讲肥吼，还是讲乖吼，因迄孙哭规家伙拢吵到免困。我讲我信耶稣，就是有即个代志，耶稣保护阮，有即个神足熬啊，我讲袂抢着，袂犯着啊，我嘛带了无偌久就大巴肚吼，啊伊叮当叮西吼，啊摕物件出来口带当，哈恁咧叮哦，我袂要紧，我信耶稣，伊讲哎哟会吐唇啊，啊无一目啦。讲阮生出来才互恁看，啊生出来了讲，阮这敢有吐唇，敢有无一目？伊讲，哎呦，啊个水个，啊感谢主，讲这事实证明一切。无你是人，我嘛是人，我嘛会惊呢。等下摕我这孙伫咧滚生笑，啊但是我知我信的是啥。是，我有朋友毋免去互受这一拖。因为我以前也不信的时候了，去抢着伫发着，我从有一个见证阮咧姐姐，以前我去抢着，去问着讲啥物，抢着啥物乌面将军、青面夫人，逐工伫咧坐，这甲袂顶欢喜，嘿。咱着即个神，甲咱保护甲也袂抢，也袂犯。咱信神有目的，就是要求平安嘛。你安尼拜，安尼求嘛，是为着要求平安，敢毋是？啊，即个神白白要互你得平安，你是安怎？啊，阮老爸啊以前吼，也袂信耶稣进前吼，拢爱去坐，啥物超人啊吼，伊讲阿妈前3后4，啥物某某人着甲送去大圳，讲迄超人啊替阮老爸啊歹运，着无代志。啊，半暝12点才去送。你迄到时啊哭，安尼叫甲安尼，我换惊死，咱产生嘛，到安尼肥甲惊安尼，可高咧，我换要惊死。啊，即摆即个耶稣性灵无共呢，对啊，我也是，都毋免惊，照稀罕照生来，甲这天白有够好诶，靠无主耶稣现代，偌温暖，偌甜蜜，偌好咧哦，啊，你感觉耶稣是咧甲怀抱哦，即个耶稣吼是安尼，互你安尼。那种感受太温暖、太美好了。主耶稣，我乃当无你，我即生袂当无你。我定讲，无耶稣免活啦，无耶稣伫世界拢无意思啊。嘿啊，无意思啊。讲趁了全世界，算是生命。耶稣用啥物意思？嘿，啊，毋是讲信耶稣肉体为死诶。将来要得永生。对，要得永生。感谢主。永远要得救。对啊，感谢主，这是永远好得无比诶。咱人生伫世间较偌好嘛，是7、8、几十年啊，尔啦，嘿，几十年啊，尔啦，感谢主啦。最要紧来讲，今生有平安。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平安。我若有欠亏啥吼，当然咧跋筊啥咱拢无。无歹习惯。你啥物大家乐，我从来摆咧签迄耶稣要互我较要紧，迄神嘛会互你啦。感谢主，你行正路，甲耶稣求，耶稣拢互你。嘿，真正即个神简单咧挖苦，啊简单咧去啊求，嘿，伊白白要赏赐来，白白要帮助咱，你是毋是愿意？爱个家己的方法，爱去坐，啊，你去问，啊，坐甲安尼，互坐拖甲安尼，寸草不留，这是我的经验。了钱个了钱，啊，无得着啥，个反倒受着真大灾害。才赚300块，50几年我才赚300块，去问你若个生活较好哦，伊就叫你做一束神明衫哦。啊，个啥物爱金牌，金牌，1800块爱做半年呢，爱做半年互伊呢。啊，若有效果袂要紧，拢嘛无效。耶稣无我摕半角，我承诺可以不回报他的恩典。唔免开半。所以我今仔逐礼拜都去长庚，主耶稣白白让我得到那么多恩典，我嘛白白要为付出来传这个耶稣。这个奇妙独一的精神，咱已经得到啊，咱来保人知影嘛。对。那我就讲好物件，家己留咧。是嘛，无爱人做啊。咱主要说嘛。叫咱爱今后爱到处播，因为这农业拢过去也多啦。伫节目完成以前，其实要邀请咱伫空中甲咱做来用伫你的精神来祈祷吼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，你的信息伫到万代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的。因为你的慈悲、奇妙作为甲美好的旨意，
你伫历世历代接着你奇妙的启示，写着你的话圣经，互阮世间人通好借着这本圣经，知影超找着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完全人类的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主你圣灵的启导，通好进入这一切真理内面，明白一切得救的道理，顺服你一切真理，并且望着你圣灵的同在，毋惊艰难逼迫，为着要信耶稣，盼救人福音，齐心努力。主啊，这完全拢是你圣灵所赐互阮的气力，才通赢过一切环境，并且是用你权柄医病赶鬼，也因着你圣灵运行掌管风雨，靠着你的圣灵的工作。主啊，阮只不过是一般软弱的罪人而已，阮凭着家己会通做啥物呢？主啊，阮伫真教会内面确实知影，我是属于你的。这是因为你所赐阮真理，甲真理的圣灵，定定甲阮教会同在，甲阮基督徒同在。阮虔诚活你内面的种兄弟姊妹，因的灵的生命内面，每一个时刻拢有你的心者伫阮内面，并且显现出你活命保守的凭据来。主啊，自从阮的始祖伫浪犯罪，违背了你的命令了后呢，阮世间人就被咒诅，又搁活伫撒旦魔鬼魔神的罪恶的权下，阮世间人和魔鬼拢成为了心眼，甚至任凭着伊甲阮使弄，甲阮指示，受着伊控制，亲情离散，身心交瘁，节受着拖磨，痛不欲生。有真侪人因安尼行上了这个绝路，非常可怜。总是主啊，阮感谢你救赎恩典，因为你亲自道成真来到这个世间，宣扬你救人福音，说明今生甲来世的权能。你又搁因着听阮世间人的大听，你为着阮大死顶十架顶流出你重价宝血来，并且借着死，搁再互我败坏了迄个将死权的魔鬼的反噬。阮因着谦卑无怀疑的心来信从你的救恩，你就愿意投放阮的苦楚，愿意为着阮拍开一切迷信，甲做这个锁链，互阮这做过魔鬼路财的人呢，会当得到你所赐的圣灵保护洗净恩典，真理的造就，将做你尊贵后生查某囝。主啊，透过你所竞选儿女勇敢的见证，以诚心诚意来见证。因虽然伫信仰上会忠诚，但是撒旦魔鬼呢，永远要透过着人来恐吓逼迫。但是望主你全然保守，看顾施行带领见证，互阮众人知影，虽然一暝有征战，但是人物我靠你救恩的临在，必然胜利甲繁华。主你互因一个有全新的生命、新的心灵，你对死亡的边缘当中来救拔伊的同情，互伊的活命重新搁再活泼起来。全家也因着信主、信真神，拢真喜乐、真感恩，以实际的福音的释放的行动来过着感恩的生活。也求主你伸出你慈爱手来帮助带领阮亲爱的空中好朋友，也有机会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去接触、去查考真理福音的道理，领受体验所应许圣灵，得到今生甲来世救赎大恩典。也愿一切荣耀、宝乐、尊贵，拢归到主你圣尊名，一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阿门。咱今日节目就到这，以后若有机会过来邀请着咱美兰姐过来，甲咱分享更较济。好，感谢。咱大家平安啦。平安。